喂，嗰位朋友仔，經理呢，我想同你哋講個關於錢嘅超級大秘密哦。呢個秘密你可能從來都未聽過，但係我話俾你知，佢同你個豬仔產業裏面嘅每一門每一毫都有關係噶。準備好未啊？我哋嘅解密之旅而家就開始啦。那喺開始之前呢，我先問大家一條問題先。你哋諗下喺美國嗰啲五顏六色嘅銀紙，即是美金啊，究竟是邊個印出嚟嘅呢？俾你3秒鐘時間諗下，1、2、3。我諗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梗係美國政府啦，係咪？聽落好似好啱喎，但係我話俾你知，呢個答案係錯嘅。冇錯，你冇聽錯啊！印美金嘅竟然唔係美國政府喎。真正嘅故事其實係一個天咁大嘅秘密。喂，你想唔想聽啊？想嘅話就要坐定定，豎起嘅對耳仔聽清楚啦，因為跟住落嚟嘅故事絕對會嚇你一跳。OK，咁我哋咧就正式潛入呢個秘密計劃啦。個故仔咧要由100幾年前講起，關於一個非常非常神秘嘅小豆任務。你試下想象上喺1911年一個好鬼凍嘅夜晚，有一架好特別嘅貨車，佢啲車窗全部用氣布遮到實實，跟住就靜靜機咁由紐約市開走咗。冇人知佢去邊，冇人知上面有咩人。呢架火車就喺黑夜裏面默默咁向南行咗好遠好遠，最後停咗喺一個冇咩人去過、好神秘嘅私人小島上面。呢個島就叫做 GKO 島。咁究竟係咩人咁神秘，要做呢架秘密火車呢？話下你知，佢哋個個都唔係普通人嚟噶。你諗下，裏面有一個超有權力嘅參議員，佢仲係個超級有錢嘅阿公嚟噶，仲有政府管錢顧問嘅一個大官，跟住仲有幾個全紐約最有錢、最大間銀行嘅大老闆，最後仲有一個由德國請翻嚟計數超叻嘅理財專家。哇，你話驚唔驚？嗱，呢班全世界最有錢、最有權力嘅人，咁鬼鬼祟祟走去個荒島度，究竟想做啲咩呢？原來佢哋係為咗一個超識又聰明嘅計劃。為咗等你哋容易明白，我哋不如就叫呢個計劃做小賣部計劃啦。好，我哋一齊用下個腦，諗下你間學校嘅小賣部。你話個小賣部係邊個開嘅呢？係咪學校自己做老闆，定係有個私人老闆同學校租個位翻嚟做生意噶？我諗大部分學校嘅小賣部都係由私人老闆開嘅，冇錯啊嘛。你睇下呢度，我哋就將佢哋個秘密計劃同我哋間學校小賣部擺埋一齊比較下。第一，邊個係老闆？小賣部係私人老闆，而佢哋嗰部超級印鈔機，即係後來嘅美聯儲啦，老闆竟然都係私人銀行家。第二，佢哋賣啲咩？小賣部賣零式汽水啦，咁部印鈔機呢，佢就賣錢，即係借錢俾人。第三，邊個定價錢？小賣部啲嘢賣幾錢係老闆話事，咁借錢要俾幾多利息呢？都係嗰班私人銀行家話事。咁到最後賺到嘅錢入邊個大？小賣部梗係老闆賺晒啦，而印鈔機呢，都係一樣俾晒啲私人銀行家賺晒啦，明未？所以你明啦，佢哋成個秘密計劃最古可、最屙人嘅地方就係呢度。佢哋要整一部超值印鈔機出嚟，但係就要包裝到好似係政府嘅嘢咁，解個名好巴閉，叫咩聯邦儲備。但實際上呢，背後完全係由佢哋呢班私人銀行家自己控制晒、擁有晒，係咪好犀利？聽到呢度呢，你可能會問：呢啲咁大嘅事關我咩事啫？喂，關係可大啦，因為呢個計劃嘅玩法其實同你點樣用你嘅零用錢係一模一樣噶。首先，我哋要學呢個好重要嘅詞，叫做利息。咩係利息啊？其實好簡單，利息就係當你搵人借錢，你還錢嘅時候，唔可以淨係還翻原本個數，你要俾多少少錢人哋。呢啲外壞俾嘅錢，就好似你借人哋啲錢用嘅租金咁，明唔明？
我舉個例你就明㗎啦。譬如你超想買一隻新嘅玩具，但係唔夠錢，咁你就走去銀行借咗10蚊。OK， 之後你好乖，日日幫屋企人做家務，儲翻啲零用錢。到你儲夠錢，再去行俾銀行嗰陣，嗰銀行職員就同你講：唔該，你還翻11蚊俾我哋啊！點解要限11元呢？嗰多出嚟嘅1元去咗邊呢？冇錯啦，嗰多出嚟嘅1元雞就係俾銀行賺咗噶啦。呢個就係銀行嘅利潤，佢哋就係靠呢招賺錢嘅。佢既然多出嚟要俾銀行賺嘅，咁佢點樣印多邊都一模一樣嘅呢？冇錯啦，嗰多出嚟嘅1元就係俾銀行溝蟹嘅啦。好，何家，我哋講頭先個還債個位置例子，放大10000倍甚至1億倍。嗰班喺小豆上面開會嘅銀行家，佢哋就係用同一招同成個美國政府玩嘅呢個遊戲。當美國政府冇夠錢用，就要問佢哋間私人銀行，即係美聯儲借錢。借完之後，公司又連本帶利還翻啦。你諗下，佢哋賺緊成個國家嘅利息錢，嗰啲利潤係有幾多？真係多到你數都數唔晒啊！所以呢，最關鍵嘅問題嚟啦，我哋都咗個嘅大圈，又翻你最初嗰個問題，究竟邊個先至應該做老闆呢？今日我哋要擊開嘅呢個最大秘密就係美國嗰個聽落好勁嘅聯邦儲備系統，即係我哋講咗好耐嘅美聯儲。雖然嗰名有聯邦2個字，但係佢基本就唔係政府嘅，佢其實只不過係一個由最有錢嗰班私人銀行家自己做嘅一個私人去所，一個級咋。而呢個級呢，就控制住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錢。好啦，講到呢度，我最後想留翻條問題俾大家翻去諗下。第一，你覺得你間校園嘅小賣部應該由校內自己管，服務翻啲同學仔，定係應該俾個私人老闆入嚟賺錢呢？咁第二條問題，一個國家嘅超級印鈔制呢，你又覺得應該由邊個去控制先至係最好嘅呢？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噶，你哋可以慢慢諗下。好啦，我哋今集就到呢度，下次再見啦，拜拜。